请信心，在咱的聚会当中，通过祈祷、敬拜、牧师的讲道，来引带、带领、帮助，教是阮安怎望着上帝的心来祈祷，安怎行伫上帝的旨意内面，每一天拢活出主予咱的性命来见证伊。嘛为着阮教会牧者，齐齐领受上帝圣神的恩膏，咱做伙来祈祷。特别用耶稣甲是阮的祈祷文来学习，为着全世界的国家、教会、家庭、工作、学校、主理学、四间教会联合出发的泰北短宣团队，甲阮教会幸福小组、福音地位、418果子学园、社区的福音曙光、富强教会的彩虹戏剧乐团来祈祷，愿上帝你的高领导。伫逐项的事工内面，你的旨意拢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今仔日的祈祷，拿香摆咧伫你的面前，真做你欢喜的罪。只是邀请大家，咱做伙来念这祈祷文，请。阮伫天顶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领导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。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日子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只是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，咱做伙用这诗歌当作咱的祈祷。是救阮的召唤。这个时阵，邀请大家为着阮的国家、教会、家庭、工作、学校、主理学，倒位拢尊主最大。特别为着阮的教会，会使望着上帝的心，行伫上帝旨意内面来祈祷。咱做伙来祈祷。
你的国领导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上帝啊，你的旨意阮欢喜谈，你的律法伫阮的心内。主啊，帮助阮全世界每一个国家、教会、家庭、学校、工作的所在，拢听见福音，拢会使信耶稣，因为耶稣才是阮性命唯一的拯救。主啊，帮助阮遵谈你的旨意，特别为即马阮教会咧推行的幸福小组、太北短宣队、社区的福音事工、418果子学院，还有咱富强的彩虹戏剧团，甲阮的助理2、阮的青少年，阮做伙同心为着遮个代志来祈祷。我要予伊的米牛丰盛，我要用食米予因的颂扬人教野。感谢主，你手赐教野予我，予阮毋免烦恼食穿，嘛毋免烦恼阮的经济甲阮的生活。主啊，毋过阮知影，这世界当中阁有真侪人食无饱。主，阮知影你看重的就是孤儿寡妇寄居者。主帮助阮，为因祈祷，互上帝你的百姓，无论伊伫世界当中的倒一个所在，伊拢会使明白伊，拢会使知影你是伊的上帝，互伊拢有教野的食穿。咱做伙来为遮个人来祈祷。求阮也有下面辜负阮的人，上帝啊，照你的慈爱临免阮，照你丰盛的慈悲擦消阮的过失，将阮的罪恶一切洗除，也洗清阮到无罪。这是咱会为着阮的教会来恩主认罪悔改，嘛为着阮家己的亲人来认罪悔改。求主赦免阮一切无满足上帝心意的代志，愿阮的悔改，上帝赐恩赐予咱，互阮的教会，甲阮厝内的人，甲阮本身的关系，甲上帝较紧的，咱来做伙来祈祷。就求阮脱离迄个歹的，求你互阮无心偏向罪恶，以致阮甲做的人当行歹代，也无互阮因食因的好物。主啊，阮知影这个世间侪侪的诱惑、毒瘾、烟瘾、酒瘾、色情、贪婪，还有无满足的心。求主你拯救这一切伫这深陷罪恶当中的这些人。也求主，互阮有一个执着的心，咱来做伙来祈祷。
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。因为故是耶和华的，伊是万国的主宰。全世界每一个国家、每一间教会、每一间学校、每一个头家、每一个父母，拢伫这份的所在专心倚靠耶和华，建立上帝的国度伫因当中。这是咱来为着全世界国家的首长来倚靠上帝来祈祷，嘛为着咱长老教会大卫的牧者，拢互上帝的信心大大充满来祈祷，嘛为着咱福强教会54年，行伫上帝旨意内面来祈祷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华联来祈祷，因为风台的关系，堰塞湖溢流，造成足侪住伫个光复乡的百姓，因为大水的关系，失联，失去伊的亲人，失去一切。哦，主啊，愿你看顾阮台湾的华联，使用华联的教会，是华联的教会同心合意来帮助华联受苦的人，加做心灵断流者的安慰站，嘛加做因性命的避难所。咱做伙来为华联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你是全地的爸。你创造宇宙万米，你掌管一切。感谢你创造美丽台湾岛屿，因为画加沙风台的关系，咱台湾的华联光复乡的百姓，真侪人失去伊的亲人，失去一切。求主你怜悯看顾，愿你兴起教会来真做这悲伤的人，会使拄到耶稣的所在，嘛更加互遮的灵魂会当。明白，你会当伫教会当中明白耶稣，诚做伊生命当中的望，嘛恳求你怜悯灾后的重建，无论是规整的人要刷位，也是要处理遮堰塞湖的问题，求你互咱台湾的政府有智慧，会当来处理遮的代志，嘛带领遮的百姓。会当伫你的安慰当中重新徛起，主啊，愿你亲自医治受伤的，伫黑暗当中的百姓要看见大光，耶稣，你就是迄个光，望你亲自怜悯、医治、安慰遮受苦的百姓，愿你的国临到台湾这个岛屿，愿你听阮的祈祷。你做全世界的王，因为你是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。我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，阿门。按智慧来唱。多年来运转，多多感你当心当量，愿你为我感你，我愿以红黑军队来回应，信心加帮赞我，掀开多年来运转。
敬拜你，我要双手敬拜你，我要学了你大尊名，我专心敬拜你，以名家己尊崇，我会专心赞你而乐意，我专心地家敬拜上帝，专
兄弟，专心全意学了天顶的白，我专心地家敬拜兄弟，学了伊要到万世。这是咱来唱，是不是第